这点我要来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创世纪第4章第1到16节。亚当甲伊的某夏娃同房，伊就怀孕生一个囝。伊讲，因为上主的帮赞，我得到一个囝，伊就甲号名叫做该隐。后来伊阁生一个囝，号名阿伯。阿伯是一个各样的，该隐是做田的。过一段日子以后，该隐摕一寡土产做祭物献予上主。阿伯嘛对伊的羊群中选出头上生上好的细只羊仔，做祭物献予上主。上主介意阿伯接受伊的祭物，但是无介意该隐拒绝伊的祭物，所以该隐非常受气。上主就警告该隐：你为什么受气？为什么变面？你若做正当的事，你自然会显出笑容。但是因为你做了不该做的事，罪孽已经埋伏伫你的门口，罪要控制你，但是你必须要克服罪。后来，该隐对伊的弟弟阿伯讲：咱到田园去行行咧。因伫田野的时，该隐小弟下手将伊杀死。上主问该隐：你的弟弟阿伯伫倒位？伊回答：我毋知，我检视我弟弟的看顾者吗？上主责问伊：你做啥物代志？你弟弟的血为地的下面呼叫我。你杀伊的时阵，大地有开喙吞落去伊的血。现在你受咒诅，袂当搁再建造田地。你就是建造土地也袂会生产。你要成做一个流浪者，伫地面四过漂流。该隐对上主讲：我袂当忍受遮尔大的刑罚。你赶我出即块土地，互我袂话搁再见你的面。我要成做一个无厝通转去的流浪者，伫地上四过漂流。人拄着我，拢想要杀我。但是上主回答伊讲：袂杀你的，要赔7条命。所以上主就伫该隐的头遐做记号，警告拄着伊的人，袂当杀伊。所以该隐离开上主面前，来到爱甸乐园东边，名叫做流动的所在徛起。有的圣经是写路德的所在徛起。以上，愿上帝祝福照伊的话去行的人。今仔日咱的主任牧师蔡牧师要甲咱传讲圣经人物系列第3，该隐甲阿伯第1讲，请咱恭敬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咱已经看了亚当甲夏娃，咱今日要继续来看该隐甲阿伯。无算讲，咱会当安尼圣经安尼照顺序安尼看。当然有一寡圣经人物咱会跳过吼，但总是来帮助大家会当来看圣经。咱伫每一礼拜的即个周报中间，拢会提醒大家爱先看倒一个范围，咱对即个圣经人物会当比较较了解。今日咱要来看该隐甲阿伯，咱要透过今日所读的经文，牧师要分2礼拜，甲大家分享即2个人的故事。要领受上帝话之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即时静静伫你的面前听候，恳求你会当透过你的话搁一遍帮助阮，明白你伫阮中间的旨意。主，阮恳求你赏赐阮有教养的智慧，互阮有清澈的头脑，会当真实去明白你的话，也赏赐阮坚定的信心。甲教育的气力，互阮会当将你的话实行伫阮的生活中间，来荣光你的圣名。恳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日要来看亚当甲夏娃的囝该隐甲阿伯。
咱首先先来看因两个人的命吼。咱拄则所读的经文一开始安尼讲，讲亚当甲伊的某夏娃同房，伊就怀孕生了一个囝。伊讲，因为上帝的帮衬，我得到一个囝，所以伊就拿即个囝号名做该隐吼。该隐的意思就是得到，得到。咱会当想象就是讲，当亚当甲夏娃因为第一个囝的时阵，因迄个心中的迄个快乐，迄个充满感恩甲愿望，所以因感觉讲我有足大的得到，这是上帝大的帮衬，所以我得到即个囝，所以因就真欢喜，将即个囝号名叫做该隐。我毋知咱中间有做爸母的人吼，咱第一遍做爸母的迄阵的心情，我相信一定是充满快乐吼。我足欢喜，上帝将即个礼物送互咱，咱嘛感觉讲做爸母拢是一个身份的改换嘛。咱感觉讲咱的搁较成熟，咱的人生开始无共款的，咱的责任搁较重。总是这对一个家庭来讲是充满快乐的代志。所以亚当甲夏娃因将即个囡仔号做得到，我得到一个囝，真欢喜，真欢喜。但是接煞生阿伯吼，因将即个阿伯号做吼，阿伯意思是空虚啦，空虚。咱会感觉奇怪，讲为虾米生该隐的时阵叫做得到，生阿伯的时阵煞叫做空虚？为虾米安尼吼？所以圣经学者有真侪无共款的讲法，但总是真大多数的圣经学者拢安尼推测啦。因推测讲，可能生该隐的时阵吼，因真欢喜，我得到即个物件，足欢喜，足欢喜。但是后来即个该隐渐渐长大的过程中间，就渐渐亚当甲夏娃感觉失望啊。虽然因当时阵感觉真有得到，但是该隐渐渐长大了，伊的品性互因失望。所以祷告讲我生即个囝吼，我们都是足欢喜得到，但是后来感觉讲这个囝，互我感觉讲，伊的未来要安怎？伊感觉真空虚所以生第二个囝的时阵，因就想讲，毋知阿伯会变做安怎，所以来号名叫做空虚也是讲即个意思，若是讲一个呼吸安尼啦一个呼吸安尼所以咱看见着。即个亚当甲夏娃伊咧号名的时阵有特别的意思，会当互咱来思考咱看见着，咱的人生中间有时得到一项物件，咱会感觉真欢喜，我拥有即个物件，但有时阵即个物件，若无法度咱去珍惜，也是讲亲像咱得到一个囝，无好好来教示教育，直到伊偏行伫歪出的路上的时候，咱会感觉讲。咱的人生是真空虚。咱伫该隐的生命中间，咱嘛看到人的本性，一直想要得到，一直想要得到。咱的生命一直咧追求，一直咧想要得到一寡物件。但是如果咱得到是次要的代志，却因为得到次要的代志，失去上界重要的代志，实在是真拍算。亲像该隐，伊一生嘛得到真侪物件，伊得到田园，伊得到爸母，伊得到财物，得到伊生命的安全，甚至咱知影尾仔伊阁有娶某生囝，甚至伊阁起一个城，得到权势，但总是伊失去甲上帝的关系。所以咱想起着圣经中间耶稣安尼讲，伊讲囡仔要救家己性命，的确丧掉家己性命，为着我丧失性命，要得到性命。人若趁着全世界，赔就家己的性命，有啥物款的利益？咱人会当摕啥物货来换性命？所以咱对伊的命理中间，咱会当好好来思考这件代志。咱接下来看该隐甲阿伯，因拢有工作因的工作真特别。圣经中间讲阿伯是雇养的，该隐是种田的咱知影即个雇养甲种田其实拢是真好的工作当然，咱今仔日所有正当的职业是不分贵贱的但是圣经的作者利用这两人无共款的工作
以及因单单的说明讲因所现的罪吼，看因对工作的态度吼。咱知这各样的吼，牧者是为着要奉献给上帝，献祭给上帝，要侍奉上帝。所以伫遮有一个譬如是讲，亚伯是透过伊的工作来荣耀上帝。反倒当如果咱来看创世纪第3章18、19节吼，正产的吼，正产是代表为着要得到食吼，华语叫做糊口吼，为着要得到食饱。所以伫遮有一个譬如吼，咧讲该恩是为着生活来工作。而且咱等下说明讲，因的献祭中间，咱看出因的态度，所以因的工作的方向有真大的分别。一般人对工作大概有3种无同款的看法。这3种无同款的看法，会造成你工作的效果无同款，也会影响到工作的人的喜乐的程度。牧师来分做这3项，就是第一项是职业，第二项是事业，第三项是志业。咱一项一项来看。第一种人对工作的看法就是讲，工作是为着要讨价嘛，为着要趁价，为着要糊口。所以这种人是为着要谋生才去工作，为着要得到生活的供应，不得不做。所以英文的这个职业叫做 occupation， 这个字的字根的意思就是讲，去占一个位啦，咱若占着这个位了，你就有收入，你就有饭通食。咱看到即马真侪这好的企业，较健康的企业，也是讲有一寡公家机关，那需要一个工作人员，我去报名去应征的几百人，大家拢想要抢一个位，占一个位，安尼咱就有收入，就有饭通食。当然，咱来理解用咱手所做的工来赚工资，来得到生活的供应，这是天经地义的代志，这是理所当然的代志。咱看圣经中间，保罗嘛引用旧约安尼讲，这个牛伫这个伊工作的时阵咱当时的人会牵这个牛去打这个五谷来将这五谷的壳分开爱讲牛咧工作的时阵你袂当将伊的喙掩起来因为有的主人惊讲这牛若一边工作一边留我食，这物件我就损失去。所以有的主人较严苛的主人会将这牛来喙来掩起来，无要互伊食但是圣经中讲袂使安尼，伊工作你着爱互伊得到伊工作的应该得到的工资所以圣经嘛安尼讲工人得到工价是应当的。所以咱付出努力去得到供应，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咱来理解就是讲，如果若工作是为着要趁食尔，安尼就真辛苦因为这款的工作一点喜乐嘛无所以有前一阵都有人讲能混就混，能捞就捞所以这些工作上班就是为着要下班上班一条虫下班一条龙所以这是这款的工作态度第二种就较无同第二种是讲，我的工作是我的理想的一个事业，这个工作会当满足我的成就感，我会当达到我的目标。第二种人伊的工作是比较较有意义，因为伊会当享受伫家己成就顶面。这种人就是利用家己的专业来经营一种事业，将工作当作事业咧经营的人伊常常伊对伊家己的工作有一种自尊心、较骄傲伊感觉讲我做这个代志是真有贡献的，所以我一定要将我的代志做好势毋是清清彩彩、马马虎虎，我一定爱来做好势，毋是干那做完了毋是干那做了，是爱毋是完成工作尔，是要来做好势。所以伊工作毋是为了要趁薪水尔。伊上班的时阵认真工作，下班了佫会去认真研究，看安怎做会当将我的工作做了较好诶，互我对这个工作中间会当得到一个成就感所以这款人伊毋是单纯为着趁钱来工作，伊是对家己的工作有一种认同感，
这种工作观吼，就比另外一种第一种较好吼。咱最近吼电视就出现一个应该是对日本来吼，叫做达人啊，吼达人就是讲，我这代志我伫我的专业顶面我要做到上好，伫我的这个工作的领域中间，我是头人，我要做到上介好、上介杰出，这种叫做达人，这叫做将工作当作一种理想的事业去认真打拼。第三种更较悬的一个赞处就是我感觉我的工作毋是为着趁食，毋是为着满足我家己的成就感，我是安那？我的工作毋是我家己要做，这是上帝呼召我投入一种神圣的目标中间，所以这是我的一生的志业，这是我的志业要来完成。这种人是上介幸福的人，因为伊为人生有一个目标，就是要透过伊的工作，互上帝得到荣耀。所以咱理解这圣经中间，这英文中间这种叫做 vocation 就是天职使命。伊的字根就是vocal，就是声音嘛。意思讲，我的工作是上帝亲自用伊的声呼召我去投入，互我会当毋是简单满足我家己的成就感，互我得到供应，经济上的供应，我可以当满足上帝的旨意，满足上帝的需要。所以一个信徒的人生，伊的工作就是追求上帝互咱的志业，打拼起来完成。但是咱来理解第三种工作观其实袂甲头前两种工作观念冲突。上界主要是咱看工作的态度甲眼光。举一个例来讲，我是少年教会牧师，这是我的工作，我嘛靠这个牧师的工作来维持家庭的需要。大家拢知，我有两个囡仔拢一家安尼肥肥，白白胖胖安尼啦我饲了袂歹因为教会有供应牧师的需要，所以我会当维持家庭的需要。但是如果我若停留伫这个阶段咧看工作，我一定足痛苦的为什么？因为逐礼拜拢爱写讲章咱知牧师我毋是一日一日咧过我是一礼拜一礼拜咧过拜一拜二那亲像早起时拜三拜四那亲像中昼时到拜五拜六就下暗时第二天礼拜日就爱出来服侍所以一礼拜真紧就过都不时咧烦恼讲到底要讲倒一个圣经人本要用什么款的方式来讲所以我若拢停留伫为着要得到生活的供应，安尼服侍安尼足艰苦的但是感谢上帝我毋是安尼。我感觉上帝互我一个真大的恩典。我毋是简单得到生活的供应，我嘛透过这个工作来得到真大的成就感。牧师虽然来少年教会无真久的时间，3冬久尔我就感受到真济这中级同工拢真配合牧师互牧师伫遮有一个真好的工作的环境来服侍而且伫教会内底做牧师，其实是相当快乐的一件代志。特别是伫少年教会我感觉讲，我常常对其他的牧师讲伫少年教会咧讲道实在是真有成就感的一件代志因为大家拢真认真咧听我看大家咧坐毋是拢坐安尼，那像坐伫咧碰椅顶面毋是安尼，大家拢安尼真刻无的迄个眼神讲牧师赶紧讲毋是讲赶紧要转去啦，是讲赶紧讲大家拢做认真听，所以伫遮迄咧讲拢。牧师拢感觉真有成就感，毋干那安尼，咱推动真济事工嘛真济咱的兄弟姊妹做伙来配合所以咱会当发觉讲，咱的教会有淡薄咧进步中间咱的就是讲咱的教会渐渐咧进步这互我真大安慰甲成就感但是安尼，如果我若为着要满足我家己的成就感我若简单安尼尔嘛有真侪惊吓惊吓讲若万一若教会退步要安怎若万一中级无欢喜要安怎万一若礼拜日下早若落大雨逐个拢无要来礼拜要安怎就真烦恼
好甲在上帝怜悯我，互我会当超越即种为着满足家己成就感的软弱，互我明白吼，其实牧师的服侍，毋是干那要满足家己的成就感吼。牧师的服侍是一种真神圣的，是参与伫上帝国的工作，这是上帝呼召我来做的，是上帝所欢喜的。干那家己有成就感，也通带互别人真大的祝福。这互我真大的欢喜，嘛互我真大的快乐，互我会当往更较深沉的服侍中间去打拼努力。所以感谢上帝，伫遮服侍是一件真幸福的代志。所以第三项，如果是完成上帝国的志业，其实是袂甲头前两项冲突的。咱即摆搁转来该阮甲阿伯来看，即两个人的工作观是无共款的，表现对因对献祭的态度顶面，咱看见着该阮是为着趁食来工作，所以伊真看到家己的需要。咱看见献祭的时阵伊领带一寡土产去，伊无将迄个粗色的献互上帝。但是阿伯无共款，阿伯是安那？伊对伊的羊群中间选出迄个头生上介好的细只羊上介好的，伊无保留互家己，伊是要将这献互上帝。所以表明讲，伊的服侍是，伊的工作是为着要奉献互上帝来做的。所以两个人的工作观是无共款。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对因两个人的工作态度中间，咱发现着讲，咱每一个人真正上帝拢互咱有无共款的工作。你会当选择无共款的工作态度，但总是，如果你若愿意将你的工作献互上帝，咱伫各行各业中间，拢会当有来自上帝的调命。而且每一个人拢应该爱认真将咱的工作做好势。咱中间若有做老师的，咱就将教学做好势，用咱的生命去影响咱的学生，这就是荣耀上帝。咱中间有伫公司咧上班，伫工厂咧做工的，咱就拍拼工作，祝福工厂的，祝福公司的头家甲其他的员工，这就是荣耀上帝。咱中间若有做学生的，伊就好好来追求真理，准备家己，这就是荣耀上帝。将来咱准备好家己了，将来咱去祝福其他的人，这就是荣耀上帝。咱中间有做家庭主妇的，家庭主妇要做的工作佫愈较侪，咱将家庭料理好势，互咱厝内底的人会当专心去做好家己的工作，这就是荣耀上帝。咱中间可能有一寡人退休的人，咱就好好为着咱厝内底的人，为着教会，为着牧师来祈祷。咱甚至会当贡献一寡时间来到教会服侍，伫社会中间服侍，这拢是上界大的祝福。咱每一个人如果会当将咱本身的工作奉献给上帝，无一定每一个人拢爱做牧师。上帝需要专职的传道者，嘛需要有真济有调明感、敬业的工人，做生理人、老师、做媒体的人、做音乐的人。咱的信仰观念就是，咱伫每一个工作、伫每一个领域中间宣告讲，我是属基督的，要互人对咱的生命中间看出。去闻出耶稣基督的香味，这是咱工作的态度。所以保罗先生同咱讲讲兄弟姊妹啊，既然上帝遮尔怜悯咱，我劝恁将家己当作活活的祭物献给上帝，专心来侍奉伊，互伊欢喜。这就是恁应该献上真实的敬拜。所以保罗咧讲，一种真实的敬拜，毋是来礼拜日敬拜上帝尔，就是咱牧师大家祝福差遣了，恁出去了。伫恁的生活中间，伫恁的工作中间，透过恁所做的一切来荣耀上帝，这才是真实的奉献。咱知影，音乐家巴哈，伊咧做曲的时阵伊伫开始的时阵，甲结束的时阵，伊拢会做两件代志。第一项代志就是开始的时阵，伊伫这个乐谱顶面来写一个记号，叫做用德文写一个缩写，叫做 JJ 意思是讲。耶稣帮助我，
伊要开始做这个件代志，靠家己气力无法度完成，所以伊写耶稣帮助我。当伊做到真满意的作品的时阵，伊会伫甲破顶面记落德文的三个字缩写叫 SDG 意思就是讲独荣耀归伫上帝，因为伊感受到家己伫伊的服侍中间，会当荣耀上帝是上界美好的代志。伊工作的目的就是要互人，虽然看袂到上帝，但是要互人听见到伊所看袂到的上帝。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一个真认真服侍应该爱有的态度。咱搁当爱看该阮甲阿伯的名，该阮叫做得着。咱拢会当透过咱的工作、咱的服侍，得到真侪物件。但是如果是次要的，有一天拢会对咱的手离开，变做空虚。但是如果咱来去做真正重要，会当留落分量、留落祝福的，会当互真侪人领受咱手所做的工的祝福，这就是荣耀上帝。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对该阮甲阿伯的名，阮对因所从事的工作去思考阮的性命的代志。主，阮的性命是遐尼短暂佮有限，但总是主你互阮伫即个短暂佮有限的生命中间，会当明白你，也透过阮手所做的工，会当来荣耀你。恳求主帮助阮。阮伫无共款的领域、无共款的服侍、无共款的工作中间，拢会当见证你的恩典。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